聖經馬可福音16章16節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嗱，呢一節聖經咧係俾好多人嚟到誤解嘅，因為話信而受洗必然得救，所以有啲人就會要求話要信耶穌又要受洗受浸之後先至可以得救。其實唔係，因為下邊幫我哋解釋係不信的必被定罪，信我哋得救，受洗係俾我哋見到係信咗耶穌基督之後我哋所做嘅一件事，唔係要受洗得救，係信耶穌得救。因為下邊好清楚嘅解釋係不信嘅必被定罪。求主幫助我哋今日聽見耶穌基督嘅福音，快快信耶穌，因為不信嘅有嚴重嘅後果。有啲嘢你做可能做唔做冇咩關係，但係唔信耶穌係有嚴重嘅後果。信耶穌得永生。求主幫助我哋，我係鄧英善牧師。